最后一次见到你父亲，记得还是在蛮荒神殿。那年总舵分崩离析，万毒门合欢派相继离去。年老大把战书递到了总坛，我劝过你父亲，炼血堂如日中天，与其硬碰硬，不如避其锋锐。奈何你父亲自视过高。不过这也难怪，毕竟那么多年，咱们只出过3个天赋异禀之人。实力过强者，往往刚愎自用。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也知道，我长生堂为求自保，不得不撤走。说实话，我其实是不想走的。哼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们需要一个盟主，这不错。但所谓的盟主，未必要力敌千万，而是要以德服众。我长生堂吃软不吃硬，若要强逼我，我是不会就范的。其实，我根本也不想与鬼王宗为敌。你知道你们叛离总坛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正道围攻胡岐山，年老大追踪我和我娘，想劫持我们，威胁我爹。你猜他来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没有来救我。这一次，他也不会来。他只会派人攻打定海山庄，杀了你，为他女儿报仇。此一时彼一时嘛。当年他年轻气盛，而到如今，未必就会不顾及父女之情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写一封信给鬼王，就说让他把兽神之血和从万福古窟里带回的天书交出来，再让鬼王宗撤兵，我就放了你。发你的春秋大梦吧！穷途末路还惦记着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当心自己死无葬身之地。年轻人，话说的不要太满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你好好想清楚。你最好早点想清楚，若再固执，休怪我这个做长辈的无情。找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给他送饭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彪的脾气倔强，万一要是被玉阳子抓去当人质，那该怎么办？不行，我要去救他。你给我站住！在玉阳子眼皮底下救人，你找死啊！死也要救，我们就不应该把他带到这里来。他一定是离开时被长生堂的人给抓了。现在说这些也没用，人是一定要救的，但是不能大张旗鼓的去。要是被萧师兄知道了，后果你自己想吧。这里戒备森严，关押之处又不明，绝不能轻举妄动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心急了。你也别着急，玉阳子为了胁迫鬼王，这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对碧瑶下手的。唉，我就是怕他们对碧瑶动刑。要是动刑，碧瑶也受不了了。这样吧，天一黑我们蒙面混进去，无论如何也要把碧瑶救出来。你忘了，除了我们，还有其他人想要救的。2次都差点取了。
咱俩是不是得往脸上抹点灰啊？山庄弟子见过我们，就换这件衣服，能混得过去吗？抹灰太刻意了吧？只要咱们俩低调行事，避人耳目，一定不会被人家发现的。就算被人家发现了，以我们俩的能力，你还怕救不出碧瑶啊？怎么了，景宇？你在担心什么呀？我始终觉得青龙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们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鬼王是知道天书在你的身上。如果玉阳子要拿碧瑶从鬼王身上拿取天书的话，那他大可直接撤兵，告诉玉阳子天书在你身上就行了，还这么大费周章干什么呢？所以啊，我除了怀疑青龙的话，玉阳子一定还有其他的条件，而且鬼王肯定还有其他阴谋。你是说，鬼王宗想借刀杀人，利用我们救碧瑶？不过，就算我们知道是被利用了，我们也不会丢下碧瑶不管啊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得加倍小心，把碧瑶救出来。而且，如果长生堂的人发现我们的话，我们立刻就跑，给他们来一个死无对证，不就是了吗？放心吧，你想一想，碧火天冰湖的炼血堂咱们都闯过来了，空苍山的万毒门我们也赢了，这个长生堂我们也一定没问题的。没问题。快点！看住那丫头，别中了调虎离山之计。是。
庄主早就知道你要耍花样，好好在这儿待着吧。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叫司徒萧，是定海山庄少庄主。你又是谁？他们都走了，我们现在冲出去。不行，要是再想进来，就更麻烦了。 我21岁被囚于此处，不见日月，更不知今日何年。今日你来，方才得知，竟已7载有余。如今定海庄里，已全是长生堂的人了。想必他们真的以为我已经死了吧？姑娘，你见过这个吗？ 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水底下的东西，长生堂圈养的魔物，被称作为血虫。它可以吸食任何活物的鲜血，并变换特殊的形态，犹如复古之躯。一旦你粘上它，除非将它的本体杀死，否则你很难摆脱得了它。幸亏你还没有触碰它。 这个东西它看不见光，更没有任何的嗅觉，完全凭地上的震动来辨别事物的方向。姑娘，你看到那边的符文了吗？你慢慢的走过去，脚步一定要轻，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震荡。 然后呢？长生堂的符文是只进不出的，但是你可以通过敲击墙壁，让血虫攻击符文，让玉阳子开门骗他进来。这样，你就有出去的可能了。好，我这就试试。多谢。姑娘，出去之后，帮我找一个叫云舒的女孩。 她是一个哑女，这么多年了，她可能都已经走了吧？她还在，就在这个山庄里。姑娘，事不宜迟，你一定要小心行事。我出去以后，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嗯。